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一篇文章，标题叫农村中老年女工的劳动节。这个5·1本来是国际劳动节是吧？但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他把这个劳动节那个节改成打劫的劫了。农村中老年女工的劳动节，由劳动节劳动最后遭到一场叫劫难，这怎么回事呢？文章说，中国劳动节假期事故不断，辽宁一辆极度超载多名高龄女性零工的车辆和湖南一家有多名中老年女工的烟花厂分别发生至少8人和26人遇难的严重事故，相似的伤亡悲剧已频频击中脆弱的农村大龄女工群体。我想这两起事故大家都知道了，怎么回事？这文章说，中国上周五就是5月1号至本周二5月5号5天劳动节长假中，不少打零工为生的农村中老年女性为赚取微薄收入，依然忙碌工作，却有人因此在假期中殒命。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星期天，也就是5月3号清晨7时许，一辆核载6人、实载21人的汽车行经辽宁省丹东东港市一处村庄路段时，与路边树木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也就是撞树上了，应该这么理解，而且是单方交通事故，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原因，说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车内人员主要为蓝莓采摘工人，摘蓝莓的。官方通报没有说明遇难者的年龄和性别等信息。不过网络流传的多条视频显示，一辆白色汽车在撞树事故后严重损坏。那你说这速度得多快啊？撞树上。说实话，这个视频我没看到，图片倒是看到1、2张。这个白色轿车撞到树上之后，大量的中老年农妇疑似被甩出，倒在路边和沟渠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核实了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有拍摄者称，全是老娘们儿，这东北人说女的这是老娘们儿，都一动不动，都死了，树坑里全是人，这估计都是上地里干活的。多少个人甩的可哪都是，那车里还有人，太惨了。就这个白色的面包车实际上能拉6个人，那是什么车啊？一个商务车，结果里面挤了21个人，那怎么挤进去的？我记得以往这个视频的小品里面有，从桑塔纳或者从一个小面包车里面，一会儿出来一姑娘，一会儿出来一姑娘，最后一数20多个，不知道怎么塞进去的。真的，原来这些段子还真是来源于生活啊！你看这不，核载6个人拉了21个人，是怎么做到的？6个人的车不就是商务车吗？难以想象。东港以蓝莓种植闻名，东港每年采摘季需要大量临时劳动力，多由周边村镇中老年妇女承包。目前正值蓝莓上市期，采摘工作繁忙，但配套的合规通勤保障不足，导致黑车和超载共乘现象频发。这起事故发生前，有东港企业在招聘平台给蓝莓采摘日结工开出每小时15元至18元的时薪，还特别提到车接车送。星期三，就是5月6号更新的招聘信息则显示，相关企业开始为日结工提供免费食宿，并要求遵守农场安全规范，注意个人防护。东港车祸1天后，湖南省会长沙市下辖的浏阳市官渡镇一家烟花厂星期一，就是5月4号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根据官方通报，这起事故已造成至少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中年龄较大的为68岁。南风窗指出，这是浏阳至少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烟花厂爆炸事故。浏阳是著名的烟花爆竹生产聚集地，被称为中国花炮之乡。独立媒体鸡蛋引述当地居民称，官渡镇上不少中老年妇女在
这家烟花厂工作，年龄大致40岁至60岁之间，从事包装、贴纸等封装工作。有从业者告诉南风窗，花炮生产中最需要人力的环节便是封装，劳动强度不高，门槛较低，吸引了许多希望照顾家庭的中老年女性前去工作。报道中提到，过去10多年里，一名60岁的女性长者一直在涉事烟花厂做日结工，清晨5时上班，傍晚5时下班，就12个小时，日薪60元，5块钱1小时。就这工作，好多人抢着干，一个月下来1800，一天12小时。上述居民指出，尽管官渡镇上不少人都清楚这是高风险行业，但他们的生计依旧依赖烟花厂。当地一些中老年人不存在退休的概念，为了生计只能与风险共存。官方迄今没有公布这起烟花厂爆炸事故中遇难者的具体信息，不过在官媒播出的医院收治伤者画面中，多数都是中老年女性。湖南常德市醴陵县去年6月也发生过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至少9人遇难，26人受伤。官媒当时也报道称，厂里女工居多，工人多数是身穿大围裙的中老年村民。实际上，这个凤凰网报道说，浏阳爆炸烟花厂区有80名员工，村民说弟媳至今没消息，一个家庭全靠他。5月6日，距离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已经有近48个小时，事故所在地仍有村民在焦急等待失联亲属的消息。涉事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坐落于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有村民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爆炸厂区大约有80名员工，其亲属是涉事企业生产车间员工，事故后一直失联，家人十分焦急。也就是最终这个伤亡数字恐怕还有变动。联合早报他说，涉农村高龄女工的事故频发。近年来，中国多地已发生数起农村高龄女性群体因打零工而意外身亡的严重事故。这些被排除在中国全职雇佣保障体系之外的边缘人群，长期处于低收入与高风险并存的系统性困境。所以我就在每年到了秋收的时候，网上就大量的这种农村妇女在收割机下捡黄豆、捡玉米、抢红薯，这些有很多人就指责的。实际上你想，如果他们但凡一天能赚个20块钱，他都不会去干这活。有很多人他对农村不太了解，这个大户用收割机收割完之后，遗撒在地里的那些黄豆、玉米粒或者那个小的土豆等等遗撒的那些东西，大户是不要的，大户也不会请人去捡，因为你请的工人一天怎么着50、60，你捡那玩意不值那个钱，所以大户是不要的。大户用机器收割完之后，允许别人去捡，但是捡着捡着人一多的一挤，内卷，大家竞争加剧，那有人就开始捡着就捡到收割机下面去了。这些当然都是捡的人太多，你知道吧？有一年开车我回家，大概是应该9月份，正好那个时候是收黄豆啊，在农村的车就被堵住了，我就走不了，不知道为啥，前面大量的车，摩托车什么3轮车。后来我才看见，原来他们都是抢黄豆的。收割机完了之后，他们就一拥而上，在地里面，每个人拿着个蛇皮袋就开始捡那个黄豆。你说他一天能捡多少？那他一天捡到黄豆卖不到30块钱。所以说你说好的农村大龄妇女，你给他一个50块钱一天的工作，他们就屁颠跑去。你要知道，摘蓝莓是很辛苦的，你一天干下来12小时，那腰直不起来，一般人干不了，是吧？腰酸背疼的，1个小时15块，干10个小时150。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去年7月，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凌晨在山西大同古钱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事后打捞出10具遗体，显示死者均为去打工摘辣椒的当地居民。那干这种活的那肯定都是中老年女性，男的干这也不行，采摘嘛。有遇难者生前曾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工友们在辣椒地里干活的视频，他写道，为了生活吃多少苦都可以。2024年6月，河南也发生一起轻型厢式
冷藏货车违规载人，致车厢内8人全部窒息遇难的事故。死者均为一家牛肉厂日领100元的临时女工，年龄在40-50岁左右。更早之前，广东韶关2022年5月也发生一起超载小巴坠河事件，车上9名女性零工全部遇难。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报道称，这些打零工的女人们有的年过50岁，在大城市里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她们不得不乘坐超载的小巴四处寻找廉价、劳动繁重、机会稀少的零工。除了上述因媒体报道而一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事故，中国高龄女工群死群伤的意外在过去几年中还有不少起。例如四川成都一辆超载小巴去年10月凌晨追尾撞上重型半挂车，造成6死5伤，死者多为60岁的女性绿化零工，也就是去园林绿化割草什么的那些。但包括这起成都车祸在内，许多事故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遇难的中老年女工们在鲜有人知晓中引入尘烟。长期关注农村女工处境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欧去年8月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大龄农民工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只能退而不休。大龄女工可能更加脆弱，为了兼顾家庭，他们的职业生涯更断裂，甚至因为长期打零工从未有过社会保险。王欧指出，大龄女工多是60后、70后，无法外出到很远的地方打工，只能在村庄附近做日结工。这些招聘主要靠人传人，每村有个中间人，通过亲属网络和熟人工关系招工，所以招到的工人都是一串串的，他们上下班也是同村一起出发，同坐一辆车。也说白了，农村的妇女相约一起去摘草莓，去摘辣椒，还有的这个最近河南不是蒜苔好像也是成灾，也蒜苔都集中成熟，完了之后抽蒜苔也缺人，那蒜苔好像机器抽还不行，非得人抽，人工抽，那肯定有大量的农村妇女相约去抽蒜苔。王欧说，在此前的多起事故中，农村大龄女工多属于非正规雇佣，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基本游离于劳动法的监管之外。如果对这类零工经济的劳动安全再不加以规制，那么下半年或明年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一语成谶背后，农村大龄女工频频遭遇的死亡事故，问题或许不只是个别工厂或一辆车如何违规，而是长期缺乏保障的他们，缘何会被持续推向高风险的深层边缘。当制度兜底缺位，意外便不再只是意外。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的，咱们这个五一劳动节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劳动节，这是打劫的劫难的劫。这里面就说到了主要是农村的，对吧？中老年妇女，不光是中老年妇女，实际上农村的这些人的待遇，最近在网上大家经常聊，他们这个待遇低也就算了，他们也没有任何劳动保障。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很多县他们修各种工程，立各种项目都有钱是吧？借债一动不动就是几千万1个亿，那有钱。但是给这些中老年妇女或者农村的这些中老年人，给他一个劳动保障，那没有钱。给他们1个月多发100块，那也没有钱。但是你说如果修一个什么工程，那有钱，马上举债，那是为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缺位，你这也不能全怪企业。农村的这些企业种植大户，他种蓝莓的无非就是大户呗，他们有的用大棚，那都是这些人大棚他投入很大的，就修那个大棚，一个大棚恐怕都好几万或者10几万，甚至跟每个大棚不一样，都要投入很多钱。但是它的产出还不一定，年成好的时候赚钱，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赚不到钱。如果你把这些劳动保障强加到这些种植大户头上，他也承担不起。我在大概几年前去黄山周边
正好去旅游，到一个朋友家，他们家就有自己的茶山，黄山不是产有猴魁、太平猴魁，还有黄山毛峰绿茶，他们家自己就有茶山，我就去他们家茶山摘茶。当然我摘不了一会儿，因为我觉得太晒，而且长时间站着也很累啊。我能摘个那新鲜茶叶，我摘个半斤就已经够呛了。摘完之后晚上回来，他们就当场就炒，手工炒，有个机器。我当时记得好像是2-3斤那个茶叶能炒1斤，你摘了2-3斤那个叶子能炒1斤茶叶。我们就算了一笔账，他们家为什么后来他们家茶叶不摘了，就这么让完了之后就让他在那儿自己家就随便乱摘着。为什么不请人摘？因为他请一个人一天至少要200多块钱300块钱，但这个人一天他摘的茶恐怕也就只能炒2斤，也就是这个2斤茶的人工成本就是300块钱。那你卖出去怎么的还不能卖个400？你这茶叶怎么能卖200一斤才能赚钱？而当时因为正好是经济不行嘛，茶叶卖不上价格，它这里面还没算人工炒制这些成本，你还炒制还机器还费电，自己还得坐在那儿。我见过的炒茶的机器，它还没算，那算到里面，那他这基本上就是赔钱。所以干脆那茶到采茶季，他们家说很多茶山都不采，因为你采就赔钱。我去的时候是大概有一些年头了，那个时候经济还可以，还没有在下行的时候，所以人力成本还比较高，但是消费不行了。那个时候你茶叶卖300一斤、400一斤的，你像黄山的茶卖不动了，但是他们的成本就是那么多。那时候农村妇女你在工地打工，一天也有200块，就是小工啊，在工地上一天200。如果采茶叶一天赚不到200，他就不去采茶叶，他宁愿在工地上打工，所以人工成本就那么贵，所以导致很多茶山就荒了。所以说就农村里涉及到农民这些事情，它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把这个成本转嫁到这个种植大户身上，那他也扛不起，很快就黄。那现在城里面的事没了，这工地也没了，随着房地产行业这个低迷，以前吸纳大量农民工的这个工地现在全部没了之后，那这人去哪儿？开始降维打击。什么叫降维打击？本来在工地干着好好的，他去了这个零工市场，本来在零工市场干得好好的，被这个工地来的这帮人给降维打击了，他们只能零工市场不就是干家政呢，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他们只好回农村，就一级一级的往下挤压。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大部分回到农村，正好家里老人要照顾，孩子要上学等等，在家里虽然赚不到钱，但是好歹把家里兼顾一下，所以都回家做零工。他们就实际上在家里没有什么零工可做啊，他只能干这些事情，帮大户打短工。我们那农民都是这样的，那些妇女帮大户家种菜，好，一天30或者一天50，你去帮大户家帮忙，帮个10天20天的，也有固定的。什么意思？大户家只要有活干就会叫他，这是固定的。也有那种不固定，什么今天最近活多，他找那原来几个人忙不过来，他要多找几个，那就这些人1传10，10传100，叫人都是这么一个模式。那你说你还指望大户给他上什么保险什么？所谓的种植大户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只是把别人的地都承包到一起来种。所以说你要指望他们来解决保险的问题也很难。除了留洋这些26个这些工人遇害，就是遇难以后，他们恐怕有一些补偿赔偿，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那个烟花爆竹厂上班。那这些给大户，比如说采蓝莓这种，那都是给大户，给这些采辣椒什么这些抽蒜苔的，那都是给种植大户打工。这些人一旦在路上，而且是交通事故出了事情，那肯定很难有赔偿。那这些人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他们没有任何什么劳动保障体系保护。而他们，你说他们不是劳动者吗？他们5一假期、劳动节还在赚钱，为了多赚了一天50块、100块，他们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任何保障，但他们就在劳动。但是劳动没有保障，你说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出问题了。这些人退休有没有退休金？只有120、130、140一个月。这些总之跟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似乎都是格格不入，跟这个我们每个月 GDP5% 的增长也是格格不入。
跟统计局公布的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关联。统计局每年还要公布的，每个月还公布这个人可支配收入，它分农村和城市居民，农村的似乎增长更快，但是唯独这一块有意无意的忽略没有了。最近好像在四川，具体地方我也忘了，四川有个新开发的一个景区，那有个项目，滑道高空一个吊索，把你吊在索道上面，从高处往下一滑，滑到对面。那项目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没玩过。一个小姑娘16岁，她做好准备之后，后面安全员还是什么，还是管理人员穿着个黄马甲的拉着她就往下一推，这样她就滑下去结果应该是那小姑娘还是旁边的人，总之在视频里面有人说绑紧没绑好，就是在这一声声没绑好的呼唤之下，后面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小姑娘推下去了，悲剧就发生了，小姑娘就撞到了对面的崖壁上。你想那个这个场景多恐怖吧？完了，在送到医院的途中就去世了。我再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发现新闻已经报道说，家属已经跟景区已经达成谅解。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就这么因为一个娱乐项目香消玉殒是吧？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这玩意和谋杀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这个5.1的事，应该是5月5号，家属的谅解，他有权利谅解，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管理责任有关部门这个景区的责任是不能谅解的。如果对这些应付的责任进行谅解，未来恐怕有更多的人撞上这个壁，会有更多的安全事故。所以我们最后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赚钱越难，内卷加剧，越卷大家成本越低，你很多事情就做不到那么完美。这个6个人的车里面坐21个人，这不就是极致的压成本吗？它是车接车送，你不能派2辆车吗？3辆车，1辆车，你司机好好的撞上树上，你知道吧？撞路边树上，那肯定是疲劳驾驶之类的。这个司机恐怕一天要接多少人？把这一波人接过去，也要从那个庄又要接一波人过去，车里都塞满了，完了拉到地方赶紧再回头或者再去，一天不知道跑多少个地方，疲劳驾驶，这有可能。这个烟花爆竹厂也一样，为了赚钱，那安全措施肯定就要压缩。这都要极致的去抠成本了，至少这些什么安检员是吧，或者是些安全员压缩，本来专职安全员3个，现在压到1个，在安全这块的投入肯定是下降经济不好。包括景区这些高空项目，这些危险项目本身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安全运营规范，如果你按照规范来，肯定不会出事。如果双岗，咱们的虽然这个滑道咱们没玩过，但是其他的高空项目你是玩过的。如果说你要就按照安全规范来，你双岗，什么叫双岗？就1个人操作，1个人检查，很多企业都这样双岗，这样避免1个人的失误，你失误了，那检查人他不会失误或者检查人失误，但是那操作人他不失误，双岗这样就极大可能杜绝因失误导致的。那他这显然双岗变成单岗，就1个人他哪个地方没给你扣上，那就是命悬一线了，那就是一条命没了。所以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是因为经济下行，大家极致的去压缩成本，这样的悲剧也很难杜绝。所以在大国做牛马不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